造反者的内战，亲不亲派来分。两大造反派。1968年6月7日，拉萨发生了西藏文革史上最震惊的血案之一——6·7大昭寺事件。概括而言，被赵总占为据点的大昭寺，其3楼一侧临街的房屋被设为广播站，有数十名赵总成员在此驻守，都是何棑林等居委会的居民红卫兵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据说这个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厉害，痛斥大莲子和军队保守派的声音整日响彻拉萨，因而在6月7日这天，先是被住在爬国街梭康大院里的秦剧团和拉萨市歌舞团的演员包围，接着遭到支持大莲子的拉萨警备区部队的军事攻击，当场有10人被打死在寺院里，还有2人被打死在附近街上，伤者多人，因上音洪亮而有高音之称的播音员次列曲季被打中腹部，肠子涌流，他用一个搪瓷缸子堵住，嘴里还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另一位播音员邓真差点丧命，子弹穿过军帽，擦过他的头皮，腿被手榴弹炸断，后经医院抢救才得以幸存。战事很快就结束了。解放军占领大昭寺以后，据说秦剧团的演员还冲进去殴打伤者，而后那些死伤的人被乱七八糟的堆放在马车上，推到张医院的大门口，引来拉萨城里风闻而至的人们团团围观。在大昭寺发生的这场血案令拉萨哗然，北京震动，两派特派专人赶赴北京汇报，毛泽东和林彪均有批示，批评西藏军方，军队因此向赵总道歉，一些军官遭到处罚。赵总立即在红色造反报的藏汉文版上予以详细报道，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的游行活动。在这一事件中丧生的12个人被埋葬在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内，专门开辟的小陵园，西藏军区和西藏革委会还为其立碑。这12人都是藏人，而且大都是拉萨人，平均年龄20多岁，最小的是一个17岁的女孩。采访中有人告诉我令人发指的故事，原本被追悼为烈士的12人，1年后却被说成是死有余辜，于是挖开棺木暴尸野外，有几具尸骸被家人认领，其余的任野犬啃食。但不久又莫名其妙地将墓地恢复旧样，尽管每个墓穴里早已空空荡荡。如今烈士陵园的一角还保留着这片特殊的墓地，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上堆积着牲畜的饲料，墓体已经裂缝，碑文模糊不清，就像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任何公开文本。才短短的38年，驻今已54年，似乎无人可以说得清楚，又似乎是有意只字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淹没。何以如此？6·7大昭寺事件之后，大莲子失势，赵总反败为胜。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两派头头陶昌松和刘少明均受职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级。11月9日，大莲子宣布撤销总部，并同时停刊《风雷吉战报》。11月13日，西藏军区在拉萨人民体育场为赵总召开平反大会。然而事态并未因此平静。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的藏人相继掀起较大规模的反抗事件。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大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进至十分恐怖的地步。今天这一系列事件在官方正式出版物上被定名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至1959年整个藏地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予以屠戮镇压，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夏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也逃离家园。那么1969年发生的系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反抗中共政权的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当时定性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良久叛乱。所谓良久，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当年西藏自治区一共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仅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更是难以计数。据陶长松披露，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1万多人涉嫌，但他认为这数字已经大大缩水。他讥讽道，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是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迄今坚持认为，当年发生的暴力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当时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力事件，时间基本相同，性质基本类似。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意味深长的是，事后调查发现，在那些揭竿而起的反抗者里，既没有出身三大领主的人，也没有19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车内屈真的尼姑，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着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马米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正如我在采访中听到曾经跟随解放军平息尼木事件的新华社驻藏记者巴桑（化名藏人）说，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害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解放军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厅级官职的藏人官员朱莉（化名）当年是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军队举办巡回展览的讲解员。至今他依然气愤地说，这在那些年，在60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
19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19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19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西藏在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分身农奴能够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持左派的意识，出自毛泽东的指示的解放军不支持赵总吗？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内屈真所率领的村民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系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4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活活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件，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其实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否与1956年至1959年在全藏各阶层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于底层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强权者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也是强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